其實就入完波之後嘅孫明軒啊，能夠可以放膽去波攞到波，但係呢個罰球係咪處理到佢入波咧？開好啲啊，好緊要啊！呢啲咁嘅自由球對於而家香港隊，今日就喺執法嗰方面咧，球員都冇咩特別嘅殺氣啊，係雙方面都幾冷靜嘅。黃威強啊！即射啊！威威啊！真係龍門係咪判斷有錯誤咧？但係呢個波事實係真係幾靚喎，有心射啊！呢下有心射啊！靚㗎靚㗎，射得好靚。似翻今屆巴拉克嗰球添嘛？係啊，窄角度罰巴拉克球個。球就再接就近係底線啲，威就有呢種，哇！即係深深佢有添咁嘅技啊！術喺度啊嘛嚇，可以做到啲咁嘅。犀利啊！黃威呢球波有心笠埋去㗎啦！呢球波高飛曲序扯遠扯靚波，黃威睇下點樣入個波扯龍門移一步，會就喺手邊入。有啲估計錯誤啊！係啊，佢真係喐咗步啊嘛，一定係喐步㗎啦，一喐步嗰個翻身咧就翻唔到啊！哇！呢個波扯得好靚啊，有力，靚啊！呢個波靚啊！冇得頂啊！呢個波。啱門再向前踏一步，雖然1.92米加埋隻手，都俾個波高飛曲序之後就笠死咗。黃威嘅金球笠死咗門將就袁建睿，重新嚟過2-2。唉，我都話啦，真係講到驚啊！臨尾真係呢段時間咧。